要来看到这是骗钱的杀手，流行天桥蔡林正式宣布年底伫台北小巨蛋小连续办6场演唱会，结果消息一日公开了，开始卖票无偌久，门票虽卖了了，一寡人去网络想要来买黄牛票。高雄有一个姓陈的查某囡仔，用5倍券的价绍，甲网友买一张黄牛票，花1万外块到对方的口座，对方就安尼无消无息，人面册也有手机啊，拢联络袂到，才知讲原来拄到变神啊！ 金曲奖年度最佳专辑《流行天后蔡依林》宣布，小连续6天要伫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，开始卖迄一天的门票，一下就随去互订了了。高雄煞有一个姓陈的查某人，事后伊伫社群平台去买黄牛票，煞去互人骗去。 事当时，民众就是伫即个社群网的蔡依林换票平台，发现讲有人铺文要来让票，要搁付各区域的价钱表，而且上贵还搁超过即个原价的5倍外。民众无去要求着讲为虾米唔对，就去甲买，想袂到遮悬的金额甲花入去了后，对方的手机也搁随关起来，这声才知影讲去互人骗去啊。8点多跟该名网友联系，在晚上9点半的时候汇款的，要再跟 该名网友联系的时候，他电话都关机。事后，这个查某人有甲警方报案。其实，这黄牛变现啊，拢是象征民众望会当买到票的心态，伫咧社群平台铺文来卖票，还佫列出这个场次时间甲座位，真假卖真深真敢空，介绍画甲有够悬的，佫敢若亲像这个地下的卖票系统。袂少网友拢留言来甲骂，不过煞无法度来遏止黄牛票四价咧卖。网友买了2张票，总共 花了12000块，但经查询官网票价原价应该是4900块。为着要来看到天后的风采，开12000块来买票，煞去互骗去。即马除了报警来处理，嘛希望提醒民众讲，伫咧买票进前，都要斟酌张题个细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